就開始踢波，足球可以話係陪住我長大嘅好朋友。喺我讀幼稚園嗰陣時，學校有舉辦足球興趣班，嗰陣時就諗住試下，就報咗名參加。點知一落場就覺得好好玩，從此就愛上咗足球呢項運動。我覺得足球最好玩嘅地方係團隊合作，喺球場上面一個人係贏唔到比賽嘅，一定要靠隊友互相幫助。入波之後大家一齊歡呼，一齊慶祝嗰種開心，真係好有滿足感。我參加過好多嘅比賽，而我最難忘嘅比賽咧就係代表香港參加夢想成真邀請賽。咁難忘嘅原因係因為我喺成個賽事入面入咗9球。另外，我覺得同傑志一班隊友一齊贏到全港 U10 同埋 U12嘅冠軍，都係好開心嘅。呢啲同隊友一齊拼搏、一齊入波嘅畫面，全部都係我最寶貴嘅回憶。試過啊，當時要完全停練，休息咗成個月，我都好唔開心冇得練波。但我明白咧，受傷係運動可能會遇到嘅一啲情況。雖然有啲唔開心，但我都會努力去調整自己嘅心態。積極去進行康復運動，好返之後為咗追翻啲進度，我每日自己去跑步練體能，最終成功追得翻港隊嘅訓練節奏。讀書始終係學生嘅本分，我一定會做晒啲功課，溫好書先去踢波。因為如果成績退步嘅話，屋企人就會出於擔心唔俾我踢波。為咗可以繼續過我熱愛嘅運動生活，我喺學業上加倍努力，提高學習效率。唯有兼顧好學業，我先可以繼續學習踢足球，亦都令我變得更加自律。我最想多謝嘅人一定係我爹哋媽咪，無論我踢成點，訓練有幾辛苦或者受傷嗰陣時，佢哋都一直喺背後默默咁照顧我同埋鼓勵我。因為有佢哋一直陪住我，我先可以咁放心去踢波，做自己中意嘅嘢。我希望可以成為港隊 U14同埋傑志 U15嘅神射手，雖然有難度，但我一定會全力以赴。同埋我希望上到中學可以成為學界比賽嘅最有價值球員。各位師弟師妹，我想同大家分享一個我爹哋成日同我講嘅座右銘，就係每日保持0.001嘅進步。出面嘅世界好大，比自己強大優秀嘅人有太多太多。我哋更加要時刻保持謙卑嘅心態，唔需要同人哋去比較，最重要係每日不斷努力超越琴日嘅自己，去強大自己，持之以恆，你一定可以去完成你嘅目標同埋夢想，大家一齊加油！